大家好，我係黃景寧。今日我同陳仙彤一齊講下延遲滿足同棉花糖實驗。開始演講之前，我先問大家一個問題：一籠蝦餃有10蚊，而家畀你一籠蝦餃，如果你可以半個鐘唔食，半個鐘之後呢，我就畀你30蚊，仲可以試埋啲蝦餃。你會唔會願意等呢？呢個就係延遲滿足。延遲滿足就係一個人可以等一陣時間，而家唔滿足自己想要嘅嘢，因為佢知道等耐啲會有更大回報。心理學家覺得，細嗰陣時會延遲滿足嘅人，長大之後更會自我管理，同埋更容易成功。Walter Mischel 嘅棉花糖實驗。Walter Mischel 係1960年史丹福大學嘅心理學家，佢搞咗一個棉花糖實驗，用嚟學習延遲滿足。研究員會攞一班6歲左右嘅小朋友，每個人去一間冇咩嘢嘅房，台上面擺咗一個棉花糖，跟住呢，研究員就同佢哋講：你而家可以試呢個棉花糖，但如果你可以等我返嚟之後先食，咁我會再多送一個畀你。研究員會行出呢間房大概15分鐘，然後返嚟睇下小朋友有冇試啱啱呢個糖。呢個實驗係用嚟學習延遲滿足呢種心理現象。研究員會一路觀察啲小朋友，直到佢哋大個，然後再比較佢哋大個之後嘅成績，睇下同細嗰陣時嘅選擇有冇關係。咁前面就係棉花糖實驗嘅設計，接下來我畀大家講啲棉花糖實驗嘅結論。透過棉花糖實驗，研究者們觀察這些小朋友慢慢長大，佢哋發現嗰啲為咗第二嚿棉花糖可以忍耐啲嘅小朋友，長大通常表現都好啲，比如話 SAT 嘅成績、身體健康、返學嘅學校。咁就要人問啦，一個人有冇自制力，係唔係真係會影響佢將來表現有幾高？呢個實驗結論就答咗呢個問題。冇即刻食嗰啲小朋友，長大通常都成功啲，因為佢哋自制力好啱。延遲滿足其實就睇得出小朋友嘅自制力。自制能力雖然好緊要，但佢唔係天生嘅，可以訓練。喺我哋生活中學習、減肥、儲錢都係延遲滿足。我哋可以定個細目標，然後拆開做幾件細件嘅嘢，每完成一樣就獎勵下自己。比如話又唔鍾意嘅奶茶，跟住慢慢再加難度，加長有堅持嘅時間。而家呢個咩都講識個滿足嘅年代，識等、識堅持真係好少見。如果一個人夠直落，喺人生重要關頭就會做啱決定。好啦，以上就係我哋今日嘅演講啦，多謝大家。